利用无人机救灾已经变作是趋势啊！为了要加强救灾效率，高雄市消防局已经有53人考调65张无人机操作的证照。有无人机了后，救灾唔那快速，消防人员也加较安全。不管是出动救援人员赶紧救落水的民众，也是工场火警，对天顶看现场会当看较详细，拢是因为有这台。 遥控无人机豆豆啊飞起来，停伫半空中，佮会当广播。莫讲伤紧伤狂安尼，因为有时阵唔知啥物时阵会有风来，啊风一吹过来，可能就飞起，啊飞起的时阵一定会失去控制。这几个消防局人员当咧训练操作无人机，因伫去年拢已经摕到无人机专业的证照。 伫高雄市消防局，拢总有53人考调65张证照，嘛有的是一人就摕到3张。包含投掷，还有人群上方可以飞行，接着是超过400英尺高度，还有夜间飞行，这些都必须专业级的证照才能去执行。自己又购买一台，就是喜欢在航拍。现场真侪少年的消防人员，平常时就有咧耍遥控无人机，因拢看到无人机是未来的趋势。目前高雄市有20台，拄到大型火场、落水，也是山区救援等等紧急状况，拢会使随时出动无人机。当用迄个红外线，就会当看倒位温度较悬，安尼就会使知影讲进火场的小倒位火较严啊。 可能有倒位有人嘛，会当看得到。灾害的发生，它没有办法确定不定性，所以我们有依照民防法的规定来跟这个民航局来做一个设计，就某一些的一个管制区部分哦，那是由事先申请的这一个程序哦，那我们在执行救灾的时候，可以就用这个直接通知这个方式。 无人机毋若随甲天顶翕到的影像传回来，消防局当咧评估未来要安怎进一步执行弹拍火弹等等的任务，利用科技救灾提升效率，嘛保护救灾人员的安全。记者陈嘉文高雄报道。